即卖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5年9月初6。今仔日经文是诗篇第一篇《申命记》29章第2节到20节，马太福音第10章34节到42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得性命。最近呢，中国共产党独裁者甲俄罗斯的独裁统治者做伙咧谈论一个代志，毋是人民的福利，毋是世界和平，更加毋是人权，或者是终止战争。因两个咧讨论呢，是咧讲器官这个内底这个意识，会通互因愈来愈少年，甚至会当活到150岁这段的影音伫全世界，即马互人安尼疯狂伫传播的中间啦大部分正常的人拢会骂这两个人无有人性的其实就亲像这个几千年前伫中国这个金国的这个独裁者秦始皇同款伊的梦想是要得到终生不老，想要变做老妖精迄个同款。其实基督信仰内底嘛，强调迄种永远的活命，咱讲永生，还是讲国活。但是咱其实这毋是咧讲一种肉体的生命，更较毋是咧讲着抢夺别人的器官，也是讲活体器官移植。这种甲人的命当作粪扫、无有人性的一个做法，根据着摩西的律法记载，伫《申命记》29章第2节到20节，安尼提到，迄个违背上帝命令旨意的人，就必定会灭无啦摩西调以色列众人来讲，对因讲，上主伫埃及地对法老甲伊的众人神，以及因全国所做一切的事，恁拢亲目看到，就是恁所看到迄个大灾难、神热佮大事迹。毋过到今仔日，上主还未互恁明白的心，会看见的目睭。会听见的耳孔，我带恁伫旷野40年，恁伫衫裤无破，鞋嘛无歹去，恁无饼通食，无薄酒、厚酒通啉。毋过上帝供给恁所需要的一切，互恁知伊是上主恁的上帝。恁来到伫这个所在，迄是本王西方巴山王国出来，甲咱交战，咱甲因拍线，咱甲因拍线，要攻取因的地，将因的地分做鲁便甲迦得两个支族，以及玛拿西半支族做产业，所以恁着切实遵守这个约的话，通互恁事事来行通。但今仔日。恁逐支族的族长、长老、官长，以色列的男妇老幼，以及住伫恁中间，甲恁破柴抢水的外族人，拢徛伫上主恁的上帝面头前，恁着接受上主恁的上帝立誓甲恁立的约，互伊照伊对恁的应允。嘛照伊对恁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誓约，今仔日设立恁做伊的子民，伊做恁的上帝。上主毋是简单甲恁立誓立这个约尔，是甲恁今仔日做伙徛伫上主咱的上帝面头前，以及还未出世会行顺顺立约。恁知咱捌住伫埃及嘛对列国经过，恁阁有看到因中间遐会用茶、石、金、银制作，通掩恶的偶像，着谨慎恁今仔日
徛伫遐的人，无论查甫人、查某人、家族、支族，毋通违背上主咱的上帝，去服侍遐的民族的神明，亲像对歹的根生出毒菜甲苦草。即款的人听到这个咒诅的话，心内要顾家己安慰，讲我虽然固执做即款代志，连累所有的人，我犹原有平安。上主未赦免即款人，上主的大受气会甲伊照恶。过来记载伫即本册的咒诅，拢会降伫伊的身上，上主阁会对天会撤销伊的名。耶稣基督讲了更较明白，伊讲亲像要得到性命的人，就爱丧失性命啦。拄则头前咧讲的吼，愿意为着主来牺牲性命的人，才会通得到真正的性命。马太福音第10章34节到42节，耶稣基督的教导安尼讲着：毋通想讲吼，我来是要带来和平互地上啦。我带来毋是和平，是刀剑。因为我来要互人分裂，人对抗老爸，查某囝对抗老母，新妇对抗大家，人会对着是家己家内的人。疼爸母赢过疼我的，无资格对我；疼囝也是疼查某囝赢过疼我的，无资格对我。毋举家己的十字架来对我的，嘛无资格来对我。未得到家己的性命的，会丧失性命；为着我丧失性命，家己性命的人会得到性命。接纳恁的，就是接纳我；接纳我的，就是接纳找我来迄位；接纳先知做先知，会得到先知应得的报赏；接纳义人做义人的，会得到义人应得的报赏。我实在甲恁讲，无论做什么款的人，简单摕一杯冷水，互这的上帝上旨意说一个啉，因为上旨意说就是让我的温度。这个人一定会得到报赏。诗篇第1篇，无探歹人的计谋，无行罪人的路，无做侮慢人的位，只有爱慕上主的律法。每日夜读也想伊的律法，这款的人真有福气。伊亲像果子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叶嘛无干去。伊所做的一切拢真兴旺。歹人就毋是安尼，伊亲像粗根互风吹散，所以审判伊时，歹人伫上帝的面头前徛袂牢。罪人伫义人的会中嘛是安尼，因为义人的道路，上主得看顾，歹人只有灭无一条路。恳求上帝帮助阮明白真实的生命，无互阮看重家己自私的需求，去危害着别人的性命。求主帮助阮会通追求属灵永远的活命，帮助咱成做主的工人。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